奖征答没差拿着啊。好。啊，没有电的。抓一个是。然后我们在底下就好了啦，上面吗？好。进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我们先来做一些小活动。好，我们先来问一下问题，因为人群都已经陆续进来了。好，有没有人知道我们荣光堂呢？今天晚上的晚会是几点开始啊？要举手，要举手！这边哇，这里有奖品哦！再一次哦！再一次。来，你来 Q。3。怎么会3？要从1开始。1、2、3。妹妹好了。对，那个妹妹。7点。7点哦，对了，7点。给他掌声。来，给你一个礼物。礼物来。好，下一题是，请问荣光堂主日是几点？主日哦，预备。周日。还没，等一下哦。国语堂，来，1、2、3。姐姐几点？姐姐是婆婆，10点钟。几点？早上10点。10点。好，荣光堂的主日礼拜是早上10点开始。好，下一题。来，等一下，来，这个，耶，发小礼物哦。再来哦。荣光堂台语的主日是几点开始？哦，还没有，等一下哦，好厉害哦，这已经有人举手了。好，等一下哦。好，再来哦，这次改成3、2、1，好，3、2、3，还没，1有1，再一次，3、2、1。好了，真的是很快，每次。8点半。8点半。是哦，给他一个掌声。鼓掌，太棒了。谢谢。好，再来。有没有人知道儿童主日学是几点开始啊？哦，后面有妹妹举超快，但是还没有，我们要数，来，于恩来数一下。3、2、1。后面。你要拿麦克风过去。有举最快的，知情举最快。10点。10点，对吗？知情在后面。哦，我说他哎。哦，你是说他？对吧？那两个都可以来，知情也来回答一下，因为知情刚刚在后面举手是谁？他。10点。10点。好。对。这给他了。对，1人1份。饼干给你。棒。是。好，再来这一个哦，这个礼物好重哦，这个有重量的呢，这个感觉很厉害。来，这题很厉害哦，也许呢，如果你不知道，你会赶快用手机 Google 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荣光堂的住址？哇！那边有举手，等一下还没有数荣光堂的住址，来，1、2、3。对，不要让我跑太远。姐姐吗？姐姐讲过了呢。不，对，不。讲过了，我们换。可是后面比较快。437号。再一次。和平2路437号。太棒了！
感谢主，和平二路437号，欢迎大家多多邀约朋友来和平二路437号，一起来荣光堂，一起来敬拜耶稣，认识朋友，然后跟耶稣做好朋友。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 OK。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晚会就要开始了。请大家陆陆续续赶快做定位喽。陆陆续续，站着的我们就赶快就坐。是。好，大家好，我是于恩，我是美燕，欢迎大家来到高雄卫理荣光堂参加2023圣诞晚会。耶！我们今天精心的准备许多的戏剧以及诗歌，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先邀请手中的表演。于恩有啊，那个你的手机有关静音吗？我看一下，手机有关静音吗？有，我关了。有关了。哦，好，这边提醒大家，是手机帮我转成静音或关机。是的。那假如你没有转呢？我们也拿你没办法。对，我就拿你没办法喽。是啊。不要影响到大家。对，所以那我们欣赏手中的表演。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还没有看过手中的举手。哦，还是有的哎。啊，那看过的举手，剩下的都要举哦。好，手中算是我们荣光堂的特色之一哦，因为这可不是每个教会都有的乐器，不是每个教会都有的团队哦。好，我们是成立于2016年，也就是我们今年是第几年？告诉我。哈，2016年成立的哦，7年，答对了。对不起，我没有糖果哎，没有糖果可以送你。那我们在现在大家看到的，这里有从第1代就开始的团员，请自己举手。哇！不用不好意思，不是在说你老，是说你资深。好，那我们为这几个人拍拍手。对，那我们希望他们还会继续到第几年呢？17年、27年，希望。好，那我们今天要带来4首歌曲，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真的是有史以来这7年来第一次表演这么多首曲子，也就是说，他们要练很久，要练得很认真，要练得很仔细，要练到很熟练，是很不容易的哦，哈，因为有点难哦，好，那第一首曲子是《Thanks Be to Thee》，这是一首韩德尔很有名的韩德尔写的曲子，是古典名曲，那就是感谢神，他就是在讲我们感谢神。好，那我们先来欣赏。
首曲子，What child is this？ 这个婴孩是谁？请告诉我，这个婴孩是谁？是指谁？对，就是耶稣。那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古老的他们的歌谣，把它配上我们的基督教的词。那你们等一下听到那个旋律，就会发现很熟悉，是你听过的哦。好，位置换好了吗？钟也准备好了吗？黑色、白色都拿对了没？好，下一首是The Wonder of Christmas》。The Wonder， 这一个曲子里面呢，有2首我们很熟悉的圣诞歌曲。那我就先不告诉你们，等一下你们听的时候，耳朵要竖起来听，找找看有没有听到你熟悉的圣诞歌曲的旋律啊？到底是哪2首？都是我们在圣诗里面会唱到的哦，哈。好。
有听出来的举手。第一首是什么歌？不知道。大家都会唱。第二首是什么？对不对？都听过，对不对？嘿，好听哈，很难呢。再鼓掌一次。最后一首是一首很有名的古典音乐家海顿做的曲子，很欢庆的、很喜庆的感觉。好，来作为我们的结束。那个掌声不够热烈，因为他们要收拾，所以要鼓掌到他们收拾进去才可以。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手中的表演。哇，这个乐音好悠扬哦，是不是？哦，我们都感觉好听到吗了？对，很平静，然后又很欢愉的气氛，而且他们要一个人负责一个音。哦，这个默契真的要有很多的练习才可以组合变成一整个曲子。对，他们看得出来有非常多的练习才可以这样子，大家互相分工合作，而且分工合作的非常的顺利，就像好像不知道他们很辛苦过，但是听起来就是这么的美，是不是？对，没错没错。哦，好，接下来我要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是。我们要一起来唱普世欢腾。还有天使在高天歌唱。音乐老师，请。拍手。大地借他君王，为人忠心，预备
成，圣子耶稣已降生，谦卑屈膝来敬拜，耶稣基督新生王。我们的上帝。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和睦弟兄小组以及恩慈姐妹小组带来的来高声唱。哦，我们来为他们鼓掌，给他们一点掌声，给他们一点掌声。那恩慈姐妹小组是由教会的姐妹们所参加成立的，教会的和睦弟兄小组是由教会的弟兄们一起参与成立的，欢迎大家也多多加入他们。万膝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快来君王，万膝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来高声唱，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快来君王，万膝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来高声唱，来高声唱。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来高
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喜在，今在，快来君王。万事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喜在，今在，快来君王。万喜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谢谢我们的和睦小组以及恩慈小组，再给他们一点掌声好吗？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短剧《方舟计划2.0》。方舟计划带领动物们到了新天新地，开始了新生活。原本以为会有梦想中的生活，没想到现实如此残酷。小动物们面对生活的困难，要该如何面对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一幕，中秋考到圣诞节，香奈儿是一只延毕8年多的鹅，天天面对考试，考到出游，变成名副其实的考鹅。爱干净的杨贵妃天天工作，跪着擦地板，跟老板争取站着工作，没想到变成站着工作的资深洋品牌的柜姐。我的老天鹅啊！我每天都在考，延毕了8年，明天还要考试，我好紧张哦。可是，就算考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每次写考试卷的时候，都是一直手抖到我的鹅掌都无法握笔的啦。哎，什么味道这么香啊？刚刚叫那个副片啊，叫那个烤鹅半天，到底送来了没？好香哦，送来了是不是啊？没有啦，是我考试考到出油了啦。切，我还以为，哦，肚子好饿哦。我跟你讲啦，现在出社会以后都觉得啊，读书考试这种烦恼根本就是小事情而已，好不好？像本宫每天烦恼工作，唉，以前啊出入都有蓬松柔软的高级羊毛，你瞧瞧。摸一下。现在呢，物价飞涨，内务府又不赶快把月历送来，本宫都缩水成贵宾狗。以前啊，还酸我呢。以前啊，要跪着擦地板就算了，现在呢，虽然是站着工作，表面上看起来是升官成资深洋柜姐，但是每天面对奥 K， 只想买一张机票，
把他们通通送去澳洲。这么好还可以去澳洲玩哦？可是你是烦恼工作哎，但是我一毕业就失业了耶。而且你看我考了几年，Number 8 years。你数学跟英文好像都不太好，难怪会被当呢。是 the 8th year 啦，英文要好一点才不会被当。好啦好啦好啦。你这样读书读很久不太舒服哈。对啊，我读书都读到我的姿势都变得很奇怪了。我看看，你这个毛病，我想起来，你这个毛病不就那个吗？电视上广告那个啊，什么中气未顺，爱气胸该文套中气，你要打那个啦，我知道，0800090200，改一下姿势啦。什么姿势啊？就是抬抬头头。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可是我肚子饿了。诗歌真好听，听到我肚子都饿了。真的，那Food Panda怎么都不送来啦？很饿不然想吃什么？对不起，饿要生气。那个牛排5分熟，烤鹅、烤乳鸽，不要等了啦，我们直接去吃。你就只想到吃，我们还要找虎克船长讨论一下我们人生未来的计划好像也是吼。好吧，不然我们边吃边讨论。好吧，好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遇到人生转捩点，
究竟他们要如何面对呢？从零开始养，小孩篇。有天，陆妈开车回家路上，运气不好，遇到陆爸放置入账陷阱。哎呦喂啊！哎呀，怎么回事啊？嘿，你到教室用鸡腿完没？也是你无挂物件塞车？哦，没有啦，不好意思啊，我的拼装车不知道为什么失控撞到你的东西了，不好意思啊，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哎，没有啦。没事，没事，人没事就好了。哦，好。啊，我带你看看到底车子发生什么事情。对啊，它就发不动嘞，还是你要帮我检查一下？哎呦，破令呐！哦。你有没有备胎？备胎？你是说哪一种备胎啊？唉，好了，没事。哦。没事，你站在旁边。哦，好。我来处理，我来处理。那交给你喽。两人一见钟情，因此决定共组家庭。好了，2年后生了可爱的小孩，取名叫尔岛。但为什么之后的日子，尔岛总是看起来不开心呢？来，儿子乖，快告诉爸爸，1+1等于多少啊？那2乘5呢？那圆周率嘞？3.1哇15926。我的孩子好聪明哦！这么聪明的孩子，自己换尿布应该轻轻松松吧？啊？那我说儿子啊，你到底要不要起床换尿布啦？现在都几点了，还在东摸摸西摸摸的？你看隔壁那个谁，那个香奈儿，考古题都不知道写几百回嘞。啊，你《弟子规》是背完了没啊？哈，我数到3，你赶快给我动起来哦！1、2、2.5。妈呀，那啦，他还小啦，小孩而已啦。我不想听啦，哪这么多借口？我儿子一定是被你各位这些小孩给带坏的，要不然他以前很听我的话呢。啊，现在怎么讲都讲不听啊？哈！你到底是有听没懂，还是没在听啊？是爱我跟你讲台语，还是 speak English to you？ 咁听有 ？Who cares？ 你看看他长得圆圆滚滚，白白胖胖，头脑壮壮，从小什么都拿第一，根本没让我失望过。重点是，你们不觉得他长得一副未来要当医生的样子吗？等一下，不要说医生了，我看他明年去选总统，绝对没问题啦。选总统有那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毕竟是我生的嘛。我还有31年贷款而已啦，靠你了。儿子，你有什么心事要说啊？不要再打自己了。不要这样子。虽然我是天才，但不要太过分了。我说儿子啊，听妈妈一句话，我这都是为你好啊，你以后一定会感谢我的。是啊。为我好，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儿子，你竟然会说话了。对啊，连话也会讲了。接下来，我们欢迎葡萄小组以及儿童主日学带来的《将天敞开》。我们一起欢迎这些小宝贝们，给他们一点掌声。好，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的家长呢，就是葡萄小组。耶，可爱。那儿童主日学就是我们刚刚在有奖征答活动的时候有问到一题，儿童主日学10点开始，记得吗？
我们主日学是在教会的2楼，那欢迎大家早上的时候也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到儿童主日学来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活动。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宣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宣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宣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掌声给这些我们的小宝贝们，给这些爸爸妈妈一个掌声。我们谢谢葡萄小组以及儿童主日学。谢谢又帅又美的爸爸妈妈，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好，接下来是发小点心的时间，我们请可爱的小朋友来帮我们分发给在场的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哎呀，陆妈，你真是要为孩子好的话，你要赶快去解决他内心的问题啊！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带孩子去找古克船长，看看他的心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啊。好吧，我看也只能这样了。那儿子，我们走吧。来，孩子乖，我们去找船长。来，带着儿导陆爸与陆妈想找虎克帮忙儿导翻译，小孩到底怎么了？退而不休的退休生活。阿基师爱唱歌，红鹤也爱唱歌，哈哈哈哈！灰熊哥也爱唱歌，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唱歌，但不知道对方唱什么。我
刚是唱的什么来着？那首你知道的嘛？哎呀，都忘记了，反正也唱的不怎么样嘛，算了算了，是不怎么样。你们俩啊，别挨骂了，一个记性差，一个耳背，像我。你怎么了？我刚刚忘记唱了。哎，自从退休以后，天天看电视，连100万订阅的 YouTube 啊，我都看了啊。自从退休后，记忆力变差，说都不会话了，是话都不会说了。你看看你，像我啊，可硬朗的呢。你什么硬朗？上次医生说你只有肝是硬的，还好我只是眼力差。上次看报告，医生怕我看不清，还特地把我的体检报告全部都改成红色的字呢。OK， 别吵了，别吵了，嘿，再吵下去暗都天了。天都暗了。哦，天都暗了。好，走，唱歌。唱，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唱个够。是啊。松柏小组。我们来欢迎松柏小组。我们这群哥哥姐姐也是很有活力的，再给他们一点掌声。帅！
谢谢松柏小组。谢谢，我们谢谢这些长辈。走走走，走，我们去请灰熊吃宵夜。好啊，好，吃烤鸡，哈哈哈。伴随着贺爽朗的笑声，灰熊自备食材，走到了烧烤店。方舟烧烤，自从不用开船了，虎克用方舟开了烧烤店，天天忙进忙出，除了满足动物的胃，也提供咨商服务。好，来哟来哟，紧来紧看，慢来减看一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这个虎克烧烤店随时欢迎大家，24小时服务，欢迎大家来吃烧烤，来吃热炒，好不好？来，哎，要加了啊，来哦，来啊，炒啊！哎，辣椒，那个隔壁那个辣椒，那个盐借一下，好吧？盐借一下，这是。哎，那个葱，哎，那个葱在那了，哎，好，哎，来，葱不外借。哎，怎么大家都来了啊？哎，那个要加糖的，要加冰块的那个，哎，那个后面那个，哎，不是50兰哈，不要，我们没有做广告啊，没有，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嘞？肚子饿了啊！好，没问题。哎呀，这么多人，哎呦，怎么办呢？船长，自从我退休之后，觉得生活好像失去了什么。哦，阿基斯，你手上的鸡腿，阿基斯，那这个是阿基斯的腿。怎么样？那不是鹿儿岛吗？哎呀，怎么办？这么可爱，哎。除了那31年的贷款很麻烦，很伤脑筋以外，这个2岁的孩子，哎呀，很叛逆哦。真的啊，你看这么壮，对不对？难怪啊，那个爸爸妈妈都治不了啊，哎呀，哎是。哎呦，怎么办？真的，那个杨贵妃变成杨贵姐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得了呢？对不对？船长，我也喘不过气，我去健康检查，有脂肪肝，这样子我的鹅肝这样就没办法卖钱了。鹅肝，这个时候就要吃炒青菜，青菜多吃才不会这个脂肪肝，好不好？哎，来，等一下炒给你们吃啊。其实啊，你们最缺乏的不是鸡腿，而是什么？知道吗？哎，也不是炒青菜。其实你们最需要的是信心、盼望跟爱呀。信心、盼望、爱。对，是的啊。这个容许这个虎克船长跟大家一一娓娓的道来啊。从前。古早，佮变过迄个古早，有一个人叫做耶稣。这个人来到世间，他来到世上，他不是挂在谢谢，他不是在这个圣诞树下，他是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今天晚上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当中。很高兴各位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圣诞晚会。
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才有这个圣诞晚会。各位知道圣诞节是谁的生日，知道吗？是耶稣的生日。很多人说哦，我知道圣诞老公公啊，不是，不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各位知道，其实12月25号也不是耶稣真正的生日。耶稣真正的生日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但是为什么要在12月25号来庆祝圣诞节？因为这是在教会里面的传统，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真光要来到，黑暗即将退去。各位知道前2天有一个什么样的节日，知道吗？冬至。哎，对了，冬至要吃什么？啊，吃汤圆。对，还好我今年没有吃。永远的，我不能说。啊，好，但是呢，各位，为什么冬至这一天很重要？因为那一天是什么？白天最怎么样？最短，晚上最什么？最长的时间。但是过了冬至之后是什么？白天就越来越长了，晚上就越来越短了。所以表示什么？真光要来到，黑暗就要退去了。我们当中的朋友、好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黑暗、见不得人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开放的，是很冷的？很多时候有人会说，觉得孤单、觉得寂寞、觉得冷。但是当你觉得孤单、觉得寂寞、觉得冷的时候，要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他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刚刚我们在演戏的当中，特别里面有一些人，他努力了很久，但是始终没有成就。很多人是用世人的眼光来看的，你要穿的名贵的衣服，你要开名贵的车，你要达到某一个位置，你才能够被认为是一个好的人，或者是一个叫做人生的胜利组。但是亲爱的所有的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耶稣不是这样看我们。耶稣不是用我们的身份、地位或财富来看我们，或者是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漂亮、长得好，他才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富有，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他才爱我们。耶稣来，他生在伯利恒一个马槽的地方，还好他不是降生在马桶里啊，免得有人不敢接近他了。好，但是呢，在马槽里面也不是一个干净的地方。所有的朋友们，各位知道以前马槽是做什么用的，知道吗？马槽是马吃草的地方，对不对？好，那个地方是又脏又乱的，但是跟马桶差不多。各位知道动物排便的时候都排在哪里，知道吗？都在马槽里面，都在马厩里面。它连吃的东西也可能有大便在里面，但是耶稣却降生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好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环境、你的状况，或是你的生活，就好像那个马槽一样。但是千万不要灰心失望，即使是肮脏像马槽一样，耶稣都要降生在这个地方。耶稣要来到这里，耶稣要进到这个地方来，给你带来生命的改变，让你从此不再一样。你可以拥有盼望，你可以知道你的未来是有明天的。刚刚有一位小朋友，他在被家里面要求的时候，他在被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时候，他有一些的难过，后来他生气了。很多人，很多我们的父母亲，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当孩子的上帝。我们都以为说啊，我可以帮孩子预备道路，我可以帮孩子预备前面的方向，他怎么走我都帮他预备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同工们，亲爱的我们所有的我们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别人要走什么路，别人应该怎么走，或者是别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各位知道，牧师讲一个人，应该各位可能有听过，可能你看过他的电影，但是你可能不晓得他是谁。有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可能我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会听过。有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
这个人男主角，这个人叫做李艾瑞。这个李艾瑞他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爱跑的小孩，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就是一个过动儿。听得懂意思吗？过动，到处跑。但是在他跑的当中，他们家里是宣教士的家庭，他们家是外国家庭，所以在当时的中国里面，他们算是生活水准比较好一些。所以他们家里有仆人，有使女。所以当这些仆人婢女要去追着小少爷的时候，哎呀，小少爷不要跑，不要跑，你怎么跑那么快？然后跟这个爸爸妈妈说，哎呀，你看小少爷对不对？这么爱跑，这么好动，这个以后怎么管呢？可是各位知道这个李艾瑞的爸爸妈妈说什么吗？他说，孩子，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因为你很会跑，因为你很会跑，所以你一定是一个好的运动员。亲爱的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会因为你的孩子好动而感到有些难管或是失望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可能可以发展另外一样的专长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其实是被我们限制住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好像我们可以帮孩子们预备，结果并不是这样。后来，这个李艾瑞他在奥运会的时候拿到英国的200公尺的这个赛跑的这个选手冠军。他在奥运会里面拿到冠军，而且记录很久很久之后才保持，才有人打破，要不然他永远是那个最厉害的那一位。小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认为说他是一个好的运动员。有一个笑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小朋友在他的周记上写说，将来我要当一个小丑。好，结果老师在周记上面写什么？你怎么这么没有志气？你怎么这么这个眼光这么小？你怎么没有要去当企业家？你怎么没有去当科学家？为什么你不去做某一些人在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当一个小丑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会是这样。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是在其他地方一个有爱心的老师的带领下，这个老师可能会写上什么？但愿你将欢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亲爱的朋友们，你的眼光可以不一样，透过耶稣基督，你看人也可以不一样。你以为那个很糟糕、很差的人，可能他就会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你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很不怎么样的人，但是他可能就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好朋友们，信心、盼望，这是我们一直要存在心中的，这也是耶稣要带给我们的。耶稣来要带给我们新希望，耶稣来要带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能够看到我们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最后，牧师要告诉大家是，耶稣来，他要把爱带到这个世上。爱不是只有去享受它，爱不是只有去得着它，去喜欢它，而是我能够好好的去保护它，我能够好好的去让它健康的成长，能够维护它，让它能够更好更美。有一次我去垦丁玩的时候，在船帆石那个地方，我看到有一个外国人，他在那里捡海滩的垃圾。他捡海滩的垃圾，他看到这个海滩这么美，但是有人丢垃圾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于心不忍。当我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爱台湾，所以我来捡这些垃圾。”但是过没有多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有一群年轻人，台湾人，他们在那里嬉笑，在那里喝啤酒之后，就把垃圾丢到海滩旁边。亲爱的我们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爱不是用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爱台湾，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爱我们的土地，爱我们的家，但是我们的爱是什么？不是去滥用它，而是好好的保护它，维护它。就像这个外国人，他也许不是讲他爱台湾，但是他实际上的行动就在爱这块土地。亲爱的弟兄姐妹，爱台湾不是嘴巴里面挂的，爱台湾是我们实际的行动。同样的，上帝爱我们也是实际的行动。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实际的行动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他给我们最大的爱，就是把耶稣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的晚会，你会听到很多诗歌，你会听到很好看的，你会听到很好听的音乐，你会看到很好看的短剧。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一份礼物。求上帝帮助，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住在心里面，那是上帝要赐给世人最美的礼物。当然，讲到礼物，牧师要告诉大家，各位，我们教会有送大家礼物哦，要记得拿哈。各位知道我们手上有什么东西，知道吗？进来的时候，我们门口有小朋友，还有刚刚有几位我们的招待同工有发给大家。除了我们有一块很精美的那块东西，千万不要把它丢了啊！那块东西叫做米香，知道吗？以前我们叫圣诞糕，以前圣诞糕是用格啊，现在我们用这个米香，这是今年我们教会第一次用这个圣诞米香要送给大家，里面是紫米的米香，我们的台湾的米来做的。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来爱护跟爱惜，知道我们的台湾是蒙爱的，我们要爱我们的土地，我们每一天所吃的米饭都是在这个地方所种植的，让我们能够珍惜跟爱它。另外一份的礼物就是我们有给大家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请大家在领受这些礼物的时候，让耶稣住进你的心里面。耶稣住进你的心里，一切就会不一样。当你用信心的眼光，当你用盼望的眼光，当你用爱的眼光去看人的时候，你会看见你身边的人不再一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眼中，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的眼中，所有的人也都不一样，都非常的美，非常的好。我们不再去看这个人很好动，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美好的运动员。我们不再认为这个小朋友他什么都不会，因为他有他未来的路，他有他未来的方向。我们不用去为了考试，不用去为了这些的赚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糟糕很差。让我们享受在上帝所给我们的那样的美好的生活里。让你的考试，让你所经历的，牧师不是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去往上走，不是的，而是让你的考试跟你的这些的学习都成为你美好的经验跟经历。上帝帮助我们，今年的圣诞节是我们在疫情之后这样可以开放的、很自由的，我们不用再戴口罩。当然我们也有人戴口罩，这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彼此不互相保护。但是呢，让我们能够在疫情之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分享，这是好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都有新的开始，有新的蒙福蒙恩，有上帝大大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这最美好的礼物，是从天上来的。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当中，降生在马槽里，降生在一个卑微的地方。谢谢上帝，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爱世人，甚至谦卑卑微到这样的程度，愿意来爱我们。谢谢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礼物，让我们也能够把这美好的礼物给出去，让有许多的人透过我们也能够得着这一份最美的礼物。谢谢上帝给我们有机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哈，这一首诗歌是一首台语的诗歌，但是它是一首祷告。各位知道，其实诗歌就是一篇的祷告，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祷告来祝福我们的土地，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百姓。特别在这样动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平安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或是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愿观》，这是一首台语的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
上帝祝福大家，谢谢。刚刚的短剧以及牧师的短讲，精不精彩啊？精彩。精彩哦。好，接下来啊，我要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彼此问安。我们要来彼此问安。但是呢，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那一首问安歌。对，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一首。音乐老师，请。Music。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拍手，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歌颂赞美。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一起来，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来赞美主，一起赞美主。哈
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一起。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那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次，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阿门。好，可以跟你座位你旁边的人说，在耶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阿门。好，大家可以就坐。好，今年2023年，我们的准备了很多的圣诞的短剧以及诗歌。那明天太阳升起，周日是我们的什么？圣诞主日。圣诞主好，日，邀请大家明天哦，10点见，不见不散。OK。哎，明天大家明天见，是不是意犹未尽啊？明天再来，一起来这里敬拜耶稣。明天再来哦。好，大家，我是宇恩，我是美燕，谢谢大家，明年见。明年见。拜拜。好。好，谢谢大家哈，请记得刚刚牧师讲的，爱就是把垃圾带走哦，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如果还没有拿到 B 胖，楼下有啊，赶快去拿，赶快去拿，每个人都有一份啊，每个人都有一份，谢谢。